Hello， 各位观众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澳门威尼斯人，我是 Henry。今天我要来带领大家游一趟威尼斯嘉年华盛会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先准备好您的舞会面具。说到面具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13世纪。当戴上面具以后，人与人之间消除了贫富贵贱、身份地位的界限，大家不分彼此的一起狂欢。这个5月份到澳门威尼斯人参加嘉年华会，除了来感受浓浓的节日风情和美食外，别忘了用镜头捕捉这些华丽夺目的面具哦。把照片上传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微博，得票最高的拍照者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品。详情请记得留意我们的官方社交网站。嘉年华会上洋溢着文化气息，各种各样的街头表演，集结了娱乐和艺术，不停地为旅客带来许多惊喜。除了欣赏精彩的表演节目之外，5月23到26号来澳门葡萄酒美食节，品味来自30个国家地区的葡萄酒和小吃吧。这么多的精彩表演和美酒佳肴，你怎么可以错过呢？赶快来计划一下你的威尼斯之旅吧！我们约定喽。